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4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到第2节，12到24节。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到15节。路加福音第24章第1到第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赐福。人们总是喜欢谈喜事，不喜欢谈到恶讯。当时候大卫他迎接上帝的约柜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途中呢，发生了一件惨案。这个惨案就是大卫的仆人比拿达的儿子乌撒与亚西，在他们在领路的这个当中，发生了约柜倾倒的事件，而且这个已经有得到提醒警告的乌撒呢，他却仍然出手去扶持差一点点因为绊倒载运的约柜，这样的这个牛车呢，他就丧失了他的生命。许多人认为就是乌撒只不过是好心，他担心这个约柜呢，因为牛车绊倒快要倾倒的，他就赶快把它扶着这个约柜。可是为什么上帝就盛怒呢？这么样的生气啊？其实这个悲剧是一连串的错误所产生的一个后果。根据犹太人的规定，在民数记的第4章第11到15节里面，我们看到约柜的迁徙或是载运这个作为呢，是不应该用牛车，是要用利未人来扛的，不能用牛车来载运。用牛车其实是非利士人当时候把这个约柜抢去之后归还的时候呢，他们用牛车来载的。撒母耳记上卷第6章第1到第9节，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对上帝非常不敬的一个作为。可是大卫以及以色列人却仍然沿用这种违背不敬的方式来载运约柜。或许他们是认为说我就弄了个新车就已经很好了啦，很尊敬了啦，很不错了啦。但这并不是上帝吩咐，或是说上帝所喜悦要他们所做的方式。对于上帝的事情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不可以随便的，我们不可以轻蔑的对上帝的事情。这样做其实是不被祝福的。至于乌撒为什么会死呢？当然这个原因很多，我们也不是非常的清楚，但是很肯定的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个可能性，或许这是原本就是一个危险的动作，因为用牛车载约柜又过河，本来就不稳嘛，所以就不能摸可是他不听警告，而让自己因为这样的触摸陷入了危险当中，而失去了生命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就比如前不久在三峡满月园有一位前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，他失踪了。原因是因为他自行登山，又碰上天候不佳，失踪的几天后被发现他已经死亡了。
这样一个生命就这样失去了。那我们也不会说这个山不好啊，这个天气不好，或者说这个老天不好。因为呢，据说他时常爬山，他是一个登山常客，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登山者。那一个有经验的登山者就知道，一个人自己去登山是危险的。而且一个常常有登山经验的人，出发之前他会去查天气的预报，天候不佳，又入山，又自己一个人，这是铤而走险。如果乌沙的事情也是这样子的时候，那怎么能够怪上帝不够慈悲？大卫在乌撒的事情之后呢，他吓到了。可惜的时候，就是他没有因为吓到而反省他自己。我为什么是用牛车载就不行呢？或是怎样？他没有去做思考，他反倒因为这样子吓到了，认为约柜是倒霉的事情。所以引起大卫的不高兴，并且呢，他就不敢把那个约柜直接的接回家，却下令将约柜运到俄别以东的家去。上帝的约柜怎么会是倒霉的东西呢？只有对那些抢夺约柜的外邦人、非利士人，以及不遵守上帝命令、不看重该做的事情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天大卫惧怕上主，就说：我现在要怎敢把上主的约柜运来呢？于是他就决定不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，而从别条路将它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。约柜在俄别以东家里停留了3个月，上主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。约柜既然代表了上帝，当然它就代表了上帝的赐福才对。俄别以东的家庭就是因为接纳了上帝的约柜而蒙福，得到上帝大大的赐福。这又使得大卫对于约柜的看法又改变了。他可能想说，我是以色列的王，怎么可以让我的臣仆比我还蒙福呢？我要赶快把我这个约柜运回耶路撒冷。大卫王听说上主因约柜的缘故赐福了给这个俄别以东这一家人，而属他的一切，就用隆重的典礼从这个俄别以东家里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。抬上主约柜的人才走了6步，大卫就叫他们停下来。他向上主献公牛和肥畜当牲祭。大卫只在腰间围着一件麻纱以福得，尽情跳舞，荣耀上帝。他和所有的以色列人欢呼吹号角，把上主的约柜运到了耶路撒冷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改变，从用牛车和载运约柜到这个由人扛上帝的约柜，并且以隆重的典礼来迎接上帝的约柜，这是非常大的转变。这样的转变让大卫也成为一位蒙福的人。蒙福的人是看重上帝的旨意，他看重上帝的事情，不随便行事，不方便行事，不追求自己的益处，凡是追求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跟随上帝的脚中行，这样的人才会蒙福。大卫发现自己做错了，就决定将上帝的约柜就把
送到这个俄别以东的家，将上帝的赐福白白的送给别人了。因此他快快的反应，将上帝的约柜迎接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他领受了上帝的赐福。诗篇第118篇第1到第2节，14到24节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14节，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上帝子民的帐幕中响起的胜利的欢呼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不至于死。我要活下去，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地惩罚我，但没有使我死亡。为我开启圣殿的门，我要进去颂赞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泥水匠所砌的这块石头，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眼中是多么的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庆祝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透过大卫和乌撒的事件学习经验，知道应该要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应该要看重上帝的命令，愿意跟随上帝的脚踪，成为一位蒙赐福的人。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